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點半了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。我係廖慧靜，今日係禮拜日咯，好空天來報道嘅單元，同所有嘅鄉親朋友啊，來聽下來關心空天嘅話題咯，嗬。講到呢個空天嘅話題啊，AM 接會有衝安尼嘅新聞嗬，即講出車禍也講攀跌倒嗬，衝到頭拿，本來啟動人是好冇用巡用啊，嗬，結果呢，真嘅啊，轉到冇卡冇。建議了後，可能是嚴重咧，可能是因為安尼個性咧，聽起來當奇怪，唔過真正有安尼嘅事情。你腦部係按身體，所以來當複雜嘅一個器官，佢係按身體嘅一個控制中樞嗬。不過佢係控制人嘅情感啦，記憶力到，你係能夠按重要嘅器官，係講啊，受到外傷，佢應該按用選擇做了個初步嘅急救，又應該按用選嗬，同一個傷害講到清楚，因為都歡喜哦，搶到兩級警示嘅福利司和指揮，來到大家來打在鼓聲來歡迎指揮你好。你好，各位嘅鄉親大家好，我係桃園平人嘅急診室嘅護理師，我係楊指揮。係啊，楊指揮其實咪有來過呢個節目當中啦，大家來講我一個專業嘅部分空氣嘅話題啊，當然啦，鄉親朋友一個空氣嘅兩部分啊，呢個上起來呢都鬆弛啦，平時時候來個學到啊，學談起來啊，講正經啊用到嘅下嗬，係講遇到問題嘅下我處理，就會講有兩個現象啦，嗬。講到呢，有冇咧講到呢個跳拿咯，嗬？跳拿頭先已經講到，最近上到韓國呢，嗬，一個佢嘅那個調查來講，啲點嘅復診呢，嗬，做得先來用最簡單嘅方式，來讓鄉親朋友講下麼？講呢個講跳拿規則嘅那個有呢一個部分來調先嘅。好，其實你就在看到呢隻圖嗬，你看呢隻圖，跳拿嘅圖，你就在看到呢圖嗬，跳拿是從呢，你就講嘅洋蔥用，就一層又一層，那睇落背是按照頭蓋骨安尼殼，跳拿殼。哦，跳拿嘅咧最外片嘅咧，骨頭嘅位置，骨頭嘅地方咧，風色嘅度，那風色地方都按照又叫按照硬腦膜，你要貼片的地方出現那個按照硬腦膜上出血，你按照那個上出血，跳拿後來你到種，你到出現按照硬腦膜上出血，下跳出現是按照硬腦膜下出血，它走了一層按照嗆的按照蜘蛛膜，那你蜘蛛膜你到出現是按照蜘蛛膜出血，那跳拿你出血差不多是分了3種，然後再來是腦底部度出血，腦本身出血嘞，按照是顱內出血，好，那普通的你如果從到腦部出血，醫生其實分了4種，然後人家4種就係第一種就係跳拿骨咯，然後人哋嘅兩層啊風色咧，兩層兩位嚇東岸兩位，也算第一種按照兩個硬腦膜上出血，好，第二種是係人哋另外到兩東岸兩層咧，兩橙色咧、老藍色兩層。橙色、風色、老橙色兩層，就對東岸兩層，硬腦膜下出血。好，不來第三種。第三種是橙色兩層，按照蜘蛛膜出血。然後再來底部都是出了你腦咩？腦上在體後背，在腦底部都出現是按照顱內出血。好。咁樣來講嚟，鄉親朋友可能會學清楚啲喎，因為咁樣學簡單，我唔過講正經嘅，佢就跳腦，咱腦部嘅兩個調查來講啊，嗬，你對啊醫學嘅兩名詞來講啊，佢係本到當搖嗬，而眼搖嘅部分當然係一般來講就冇去按詳細來了解，呢度了解部分啊，是講平時你要講哪片出現，咁樣睇睇你是對嘅，然後你身體會少解時間，會講嘅時間咪係按樣講。差唔多。醫生其實少解是講，你係哪一層出現，哪一層出現其實佢係處理什麼功用嘅。你呢到腦殼了到
硬脑膜上出血，你就做在快刀。我脑底部都去做在快刀嘛，可能出血的情形。好，又做动送到咧底部动力部。你总在来去开刀啊，因为你要拨开了地背肚，让手会到裂血，那一定会伤到面脑地背肚的东西，它危险是下高，所以你是地背肚做在开刀嘛看。啊，有掉是蜘蛛膜，佢按到蜘蛛膜时，佢出血时，佢种形状个係拉腔嘅用啊。动难清，所以有掉时间以前冇听到在开刀，嘿，所以本差不多安尼。所以你来讲呢，好是我你也会讲人家做唔得开刀，然后台体是下少啦，你医生会去做评估啦，吼。当然你莫背，你也为了想办法吼，你医生来处理的时间，你当然就会让顺便的时间，你是啲讲哦，你台体系内部分要出门去，内部分要送到咧。好，你每一只部分吼，假使上刀啊，吼就讲，头脑来讲吼，脑部来讲，一管嘅位数係冇重量嘅吼。你講到，可能你一只部位講嘅係講話嘅，你一只部位講嘅可能係你一個藝術各方面嘅吼。每一只部位講嘅位數冇重量吼，係咪？這回呢，來讓鄉親朋友來講下，上來你假使一只部位上刀，你可能會影響到你，有的係講話嘅表態，有的係你可能其他部分，有哪啲部分會影響到哪啲東西，來讓大家講下。好，也會有一種也圖咯。看了到種圖吼叫動刀身嘛吼，你看了到吼，其實了到看了到就是分誒，是按照語言去講話誒，安尼講話誒部分，你若係出到了到啲部度，有可能你看做唔得講話，佢講話來講啊吼，當然兩個語言去來講啊，佢做唔得講話係講話講唔出，也係講到佢已經冇辦法發出聲呀對誒。其實係你講話，你老去講話，你大腦接收了，佢沒有辦法講出佢想來講嘅話，佢可能談嘅時你要讓佢講白嘅。錯。但唔過咧，佢上到呢度，佢講唔出來。講唔出來。講唔出來是嘅。書到你係佢點頭搖頭，佢做得，但是佢講唔出來。可能佢上到呢度，佢做唔得講，但唔過佢是讓。你到底講伊嘅頭腦嘅思考各方面上咧係清楚嘅，伊全部談嘅是，唔過佢哋下表態，講嘅時間可能佢都講唔出意思。所以你一隻分析嘅位數，假使上到咧，你一隻係應該表態嘅部分，你會下困難到啊。好，你一個講唔出，你一做得有方法改變嗎？上刀嘅時候一定做唔得同跳板按頭，唔過佢做得慢慢的訓練，做得個訓練轉來咁樣。係，講起來係冇同跳板按頭啊，講話冇按順，會結巴巴，呢個結實咁樣嘅樣啦，有可能會較慢到啊。係，好。唔過有啲人佢坦白講嘅時候，有可能咪會。有啲上嘅很嚴重嘅，有可能後尾咪做唔得講，可能你用寫啊，或用點頭搖頭去撈佢講話，比較啲。所以當時醫生講到你上到係比較找位數嘅時間，你好想辦法去找天公樣反應啊，好找到醫生可能會讓你分析，有時間你就啲講你一位係咪個氣咁樣就出嚟，好過來其他部分咪過來了大家。其他部分從你躺嘅地方是呢度，你躺嘅地方了手上時，你是可能你控制躺唔到，然後了是看嘅地方，看嘅即係一啲目睭咁樣看東西來講，可能是係懵懵也係看唔清楚。可能是有啲人看佢上嘅情形啊，就動嚴重真係是看唔到咧。那如果說還好的話，有可能是懵，然後再來是看你上到嘅嚴重還是唔嚴重？看你上到嘅情形有嚴重還是唔嚴重？那再來是啲腎腦是講平衡嘅。平衡減量，你如果普通的行路嘛，你正常的行路唔會你顛顛倒倒，你到上刀，你行路是會顛顛倒倒，可能你衝會跳那分，跳那會咁樣分地嘅感覺就係從平時可能跳那嗡嗡咁樣，
所以人哋那個平衡感唔好咧吼，也對人哋嘅身份來講，真啲咪會造成也影響。哦，你係平衡感，你係目標，你係你個愛意啦吼，當然啦吼，還有其他嘅你個部分吼，其他嘅部分，一般冇看過上到嘅係哪片咯？東東與上到兩片。哦，係。兩片有種與上到，因為係幾係合話你個你跳那學嘅面前，係。哦，即係日跳你會跳咧就係日跳你答啊，有種人學到會，你就會，佢有種人後佢會學習會較慢，因為表達較慢，學嘅些要學較慢，咁咪學起來。啊，有種人你就學到佢還同時有到管，這邊還有在按到情緒，係有種人本來後咧，佢本來很文靜嘅人，然後學到了後佢就會變到很活潑。係，有種人是學到了到，學到了後變到好發發到誒，安樣算係好下吼。當佢嗰啲活潑算係哪種誒？係強人講波動呀，用辦法？就會強安人，係，某時候本來很斯文的人，動斯文，係動變嘅人，會緊罵人啊，脾氣暴躁，咪會是做了學到了到了開，了提防受傷嘛玩人。好，你個安樣講起到是係假使講吼，用聲音咧吼，去創造安樣跳上跌落啦吼，去慢來去搞啦吼，安樣聲音咧，其實也個腦部有衝到有曲到嘅時間，真緊咧吼，你個家長啦，也係種性生機度係做一種注意咯，你想辦法安樣曲到來講，你咪唔啲。好，唔啲講佢係難事，你係講佢可能會誤搶，嚇，也係講要出現麼？你都講到你一隻部分嗬，一啲你腦部嘅側上來講，對一個外部嗬，即係講一啲外部來講做得看得清楚麼？比如講佢反映到腦部來講，可能自己會出現，嚇，也係個誤搶，也係講佢上班下講，比如講學佢傳統嘅素材，佢。好多咧做傳統嘅時節，佢可能頭腦會痛嘅都會情形，係樣板去反映，韓國啲一上嘅情形有係樣板嘅。你看你上到那位佢是表現出樣板人嘅情形嘛？你上到語言區，你是講不是講唔得出來？係你上到運動區，你是做運動些，你沒有辦法配合。很好，係，你要做精細動作，譬如你拿球，你拿唔起來，做東西你做唔起來，係，有可能是你也上到你提防，係，你就在看聲音的一些活動，然後又平衡麼，係，那麼可能是又可以抬腦啲位度可能要受傷，就去醫院檢查，係。所以假使講想辦法搞了來講，佢安樣重蹈天天啦嗬，可能聲音咧佢啲嘅反應也係講一個老人家或下老人家來講，佢反應又很慢到，也係講佢遲到啲一隻部分嗬，怪怪咧，係是門機韓國去醫院來做下詳細嘅檢查。係好，你按啲講上到來講要動到種嘅啲嘅冇強量嘅嘛，想辦法頭先講到要查房，要判跌到，韓國想辦法要漸漸嘅東西要確到。好，你一到樣板先就按照跳舞嘅外相嘅。其實跳舞嘅外相吼，你只要係跳哪強勁之上，係曲到衝到，吼，或是不能打，係，佢都算。不能打，係曲到衝到即強勁，吼強勁之上嘅吼。你一到部分全部就係要受傷，也係要互槍要出血，係要傷血，按你都算。全部按照跳舞跳哪嘅兩個外傷嘅部分。好，人哋同你講到跳哪外傷嘅部分，韓國佬睇下都講到兩個跳哪嘅規則嘅叫錯，兩個當然叫錯當複雜，你按複雜嘅叫錯當中嘅誒咩來講嗬，比如講認同啦，你學習啦，愛意啦，要按到。嘅啲內容當然，你下講睇嚟，觀眾朋友遲到要上課麼？家下呢，過來講到啊，啲嘅促雙過後，運用法來治療，韓國來注意到呢啲部分，先到了位來聊下。